國際上近來關心中東的局勢。雖然美國宣布要甲伊朗停火2禮拜，不過以色列說是講這停火範圍無包含黎巴嫩，來發動大規模的空襲，直接就造成黎巴嫩250多人死亡。因為伊朗是強調講，因提出的10點方案內底就包含對黎巴嫩停火，強調講若是繼續攻擊，就要考慮退出停火協議。以色列車隊對黎巴嫩境內各地展開3月初2以來上嚴重的空襲，包括首都貝魯特在內四界亂草草，一天以來就造成250多人死亡，超過1000人受傷。黎巴嫩政府宣布4月初9是全國哀悼日。We've now reached over 1,500 people killed. It's 1,530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. This includes 130 children killed and 461 children injured. It is a huge civilian tragedy. There's absolutely no doubt about it. 以色列放大對黎巴嫩的攻擊，引起包括聯合國、土耳其、西班牙等國的譴責。伊朗強調10點方案當中，就包括停止黎巴嫩境內所有的敵對行動。若准以色列繼續空襲黎巴嫩，伊朗會考慮退出停火協議，而且封鎖荷姆茲海峽。因為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也強調，以軍隨時全面要恢復對伊朗的攻擊。יש לנו עוד יעדים להשלים, ואנחנו נשיג אותם, או בהסכמה, או בחידוש הלחימה. כי 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לחזור ללחימה בכל רגע שידרש. האצבע על ההדק. 伊朗國會議長卡里巴夫特別強調，伊朗對美國長期攏欠信任。10點方案當中已經有3點，在七十個巴基斯坦談判進程就已經受到破壞，讓停火甲後手協商的正當性受到質疑。也毋過，美國副總統芬斯講，因答應的停火條件當中並無包括黎巴嫩。因為伊朗甲美國達成停火2禮拜後，也繼續攻擊沙國的油港。美國總統川普特別答文表示，美國會甲已經換政權的伊朗合作，所有甲伊朗提供軍事武器的國家。出口美國攏愛扣50%的關稅，政策已經實施，無設任何例外條款。公司新聞，景冠瓊編譯。